港珠澳未來城落腳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，口岸稀缺，可受標杆資產，佔據大灣區核心交通樞紐，直達珠海、香港、澳門三地。港澳旅居灣區投資首選之地，項目由珠海陰灣置業開發，總建面約120萬平，大型綜合商業住盤。口岸地標早在2023年竣工交付，全部實現海景現房，看得見摸得着，零置業零風險，戶型選擇非常豐富。建面約40到216，覆蓋所有需求。40到45平精緻一居，總價85萬起，入戶門檻低，自用過渡收租投資兩相宜。78平通透兩房，日常自住舒適度十足。110平到216平嘅闊綽2到4房大平層，格局方正，適合改善自住高端港澳旅居。全屋精裝交付，標準3米3層高，大面積3米6層高，唔少戶型配備獨立嘅陽台，廚衛全面，南北通透，採光通風一流，居住格調十足。社區打造6大主題架空層、健身房、兒童樂園、書吧、康養區、便民市集等各種配套，一家老小日常休閒需求全部滿足晒。社區自帶商業配套，落樓就係商圈，衣食住行一站式配齊。大橋口岸上蓋物業地段獨一無二，享受大灣區嘅持續人流紅利，往返三地通勤超方便。租賃客源穩定保值，收租潛力非常強勁，低門檻多戶型。現成現房，不管港澳通勤自住、短期旅居或者大灣區長線投資，都係非常值得重點去考量嘅。呢個屋苑而家係現樓現淨，非常之靚仔啊！而且未來嘅商業配套非常齊全，有中意嘅朋友、觀眾朋友千祈就唔好錯過啦！而家呢仲可以送埋2地牌，有興趣朋友嗱嗱聲即刻 call 我啦！